今日嘅主題歌頌神的名，請咱做者來讀詩篇66篇3到4節，做這個開聲來讀。當對神說：你的作為何等可畏！你的帶領仇敵要投降了，全地要敬拜了，歌頌了，要歌頌你的名。詩人呼籲咱愛歌頌神，因為神嘅作為是可畏嘅，連仇敵都愛向伊來投降。仇敵在怎樣向伊投降呢？伊做了什麼嘅呢？詩人甲咱答：其實無需要做什麼嘅，只要直提到神嘅名，一切都愛到伊名中曲折。伊是名跳過一切，神嘅名真是這生要寶貴榮耀嘛？真是就是伊嘅名想顯出可畏嘅能力，一定使敵人躲到伊嘅名中。還記得嘛？基甸甲伊手下嘅300人手無寸鐵。只有火把甲棒子，當伊人呼喊耶和華發基甸的刀，也記載在士師記7章10節。這個名就使到伊人得勝，使到敵人全軍覆沒。大衛對巨人歌利亞達：你來攻擊我，是靠着刀槍甲銅戟，我來攻擊你，是靠着王攻之耶和華嘅名，就是你所挪命帶領以色列軍隊嘅神。這記載在撒母耳記上27章45節。耶利哥這生樣就敗倒到大衛嘅名中。之所是以色列人攏總是假如好曉，咱基督徒耳識靈香，但咱記得啊未？神嘅名真嘅是可稱頌嘅，伊嘅名想顯出可畏嘅能力。咱也是真嘅明白這個真理，咱也必會向伊歌頌讚美。請咱再來讀詩篇66篇3到4節，做這個開聲來讀。當對神說：你的作為何等可畏！因你的帶領仇敵要投降了，全地要敬拜了，歌頌了，要歌頌你的名。我請咱大家再來默想這段經文之後，咱就各自祈禱。